我哋而家身處緊嘅呢，就係呢個科學園白石角海逸灣二期呢度1866尺4房雙套嘅戶型，內園景觀嘅戶型。如果你揾緊4房雙套嘅大平層，仲要1800尺咁大嘅呢度，絕對值得你入嚟參觀一下。今個月呢度成交已經超過10宗啦，喺短短半個月時間賣咗咁多。點解呢？當然有玄機啦！有啲咩想知嘅，留言俾我或者打俾我。嗱，1800尺嘅屋呢，門口呢個玄關位置呢，足夠俾你做一大排到頂鞋櫃啊！旁邊有一間睡房，呢個係套房嚟嘅。咁嗱，每間睡房呢，最緊要係望住都係呢個內園泳池景。同埋每間睡房都可以俾你做到3邊落床。洗手間入面淋浴間浴缸都係乾濕分離。再嚟客飯廳嘅另一邊啦，呢度就有3間睡房，再加一個洗手間。每間睡房都係望住呢邊，而喺走廊嘅旁邊呢，呢度有一個小小嘅位置，可以俾你放一啲儲物架啊，或者係擺放一啲你鍾意嘅藝術品。嚟到主人房啦！哇！超大，3邊落床冇問題啦，放2張大床都仲得啊！仲要南北對流。其實如果喺香港嚟講呢，你要揾到咁大嘅面積，仲要4房雙套嘅話，其實非常非常罕有。呢度 D 單位最高暫時得返呢度6樓。